再来看新竹市一间高中发生霸凌的事件，有学生把过程拢翕落来铺上网络，学校已经通报，新竹市教育处嘛表示讲会来进行调查，嘛来针对学生来做辅导。 影片内底女学生对另外一个同学大声喊，尾仔就看到同学向伊回失礼，而且佮连续激将2摆，新竹一间高中发生疑似霸凌事件。初步了解，双方哪像之前捌发生过纠纷，学校知影了已经进行通报，请双方家长到学校。跟同学之间有一些纠纷的话，应该是要找老师来做协调或处理，而不是说2、3个同学去强迫另外一个同学去做鞠躬啊、道歉。对鞠躬的学生势必是造成一定的心理冲击，希望学校与教育处务必要重视此事件，且加强校园宣导，杜绝类似的事情再在校园内发生。新竹市教育处表示，刷起发动调查来厘清事实，来针对学生提供心理辅导，立即启动调查与辅导机制，务求厘清事实，并提供相关学生必要的心理辅导与支持资源，以维护学生身心安全与学习权益，并防范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。教育处强调，会要求学校全面检讨，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及通报机制，还要加强宣导，确保学生权益，让学生会当有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